妈，想起你以前常说你想回部落，说的教湾多好多好。妈，这次我听你回来，也是我第一次回到故乡。我想要知道，这里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样的美好？我跟着村里的人去接待外面的旅客，族人们唱着太鲁阁族的歌谣，小朋友看起来都非常开心。我们又前往了神社。妈，这个地方我曾经听你提起过，你说过爷爷奶奶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。你还说过小时候你们常常来这边捉迷藏。后来我们来到以前你住的地上搬旧址，你们用石头堆的石墙看得一清二楚。村民们又解说着村里的民族植物，说着以前的你们怎么吃怎么玩。还去看了部落里的小溪流，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你在这玩水的身影。我慢慢体会到了妈，为什么你会想要回到部落。在 DIY 的课程当中体会到了你的辛苦，一上一下的编织，为了传承，更是为了制作生活的器具。这次我有编了一个，但是发现我的手真的很不巧。不过当中也很快乐，感觉越来越认识你了。妈，我想起了你总是说你以前身材多好，我现在相信你了。每天都吃这么好吃的风味餐，你怎么可能不长胖？最后我们一起跳着舞蹈，我发现我可能有舞蹈天分，因为我跳得非常的开心。妈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总是想回家湾。我想我这次回家之后也可能像你一样，每天都会坐在门前想要回家。冷读安属，布布。